Groupbuyer.com 着數優惠，旅遊達人實測報告深圳大梅沙京基海灣酒店，究竟係天堂定地獄？睇完呢堆評價，真係好似玩緊酒店版俄羅斯輪盤。好評嘅朋友開心到好似中咗六合彩，劣評嘅就慘過踩地雷。等我同大家拆解下呢間一半海水、一半火焰嘅神秘酒店。天堂模式體驗 Mr 提供，呢位住客俾足100分，激讚酒店3大賣點：一、私人沙灘直出，落樓就踩到沙，對於想瘋狂玩水嘅朋友簡直係夢想成真；二、地鐵站超近，大梅沙站行2步就到，唔使再同的士司機鬥智鬥力；三、去海洋世界必住，溫馨提示話 MGM 嗰邊仲係地盤狀態，住呢度就避開晒啲叮叮當當。套餐內容都幾豐富，有自助早餐、願望塔門票同深海環境，睇落性價比唔錯。地獄模式警告多位住客血淚史，但另一邊廂就災情慘重，主要中伏位包括隔音災難、牆薄過紙皮、隔離房沖廁所、講電話聽得一清二楚、失眠人士噩夢。衛生問題，有住客發現床單有血跡，清潔質素極度參差。服務甩漏，前台溝通混亂，入住安排一團糟，設施殘舊，部分房間裝修老化，同宣傳相有落差。達人精闢結論，呢間酒店根本係性格分裂。如果你純粹想要地理位置方便，沙灘直出，主要活動係外出玩樂，只係返酒店瞓覺，遇到好房型同正常服務班次，對噪音零敏感或者自備耳塞，咁你可能會好似 Mr 咁開心到俾100分，但如果你對睡眠環境要求高，好介意房間衛生細節，期望5星級酒店服務，唔想換清潔品質抽獎，咁你真係要三思，因為中伏機會都唔低。求生小貼士：一、入住時即場檢查房間衛生，有問題立即要求換房；二、自備耳塞以備不時之需；三、降低對服務嘅期望值。四、優先選擇高層房間，噪音可能較少。總括來講，呢間酒店就好似一盒朱古力，你永遠唔知下一粒係咩味道。賭得大就住呢度，想穩陣嘅可能要考慮其他選擇。祝各位旅途愉快，唔好中伏。735港元就可以入住深圳大梅沙萬豪萬豐酒店，酒店位置超正，行3分鐘就到沙灘。部分房型仲可以望到海景，一次過滿足你都市便利同度假享受。交通極之方便，距離大梅沙地鐵站只係2分鐘步程，無論你想去深圳市中心，定係去東部華僑城、鹽田港呢啲熱門景點，都係話咁易。酒店周邊仲有好多嘢玩㗎，行去大梅沙奧特萊斯瘋狂購物同食好西，又或者去鹽田海濱棧道散步吹海風都得。想去遠少少，搭車15分鐘左右就到東部華僑城，玩盡大峽谷同茶溪谷，一家大細或者後生仔女去都一樣咁適合。山海相連酒店坐落於深圳東部大梅沙海濱，僅需步行3分鐘即可投身碧海銀沙的懷抱。部分房型可享海景，兼顧都市便利與度假氛圍。近大梅沙深圳大梅沙萬豪萬豐酒店住宿套餐。海景度假 Marriott， 地理位置優越，距離大梅沙地鐵站僅2分鐘步程，便捷連接城市動脈。無論是前往深圳市中心，還是探訪東部華僑城、鹽田港等熱門景點，皆可輕鬆抵達。近大梅沙深圳大梅沙萬豪萬豐酒店住宿套餐，海景度假嘛 IOTT， 周邊玩樂豐富，緊鄰大梅沙奧特萊斯，購物餐飲一體，鹽田海濱棧道。距離東部華僑城、大峽谷、茶溪谷約15分鐘車程，適合家庭及年輕遊客。近大梅沙深圳大梅沙萬豪萬豐酒店住宿套餐，海景度假嘛 IOTT。 近大梅沙深圳大梅沙萬豪萬豐酒店住宿套餐，海景度假嘛 IOTT。
按下面訂閱按鈕，追蹤我哋着數優惠。有你哋嘅 like 和訂閱，會鼓勵我哋製作更多內容。即刻上 groupbuya.com 啦！